关心第二阶段公费流感预防车初8开始做，头一天做的人算算的有81000多人，比往年增加差不多1.7%。若第二天做的人拢总264000重的车，短2、3天一礼拜的量就已经做完啦。一寡卫生所、病院开始做第二天就无货，打广告讲要赶紧来做预防车。另外，疾管署嘛讲预防车无欠货，是因为地方政府伫咧安排有问题，才会变做无车通做。 唔甘咧厝里的囡仔感冒破病，赶紧请假带囡仔去看医生。诊所外口袂少的囡仔嘛伫排队，等要注公费流感疫苗。他今天打公费，我等一下会自己打自费。学校通知了嘛，他说最好来打一下比较好。公费疫苗第一天非常踊跃。 我们的诊所还是医院都已经排到外面去，有些地方它的量估的可能没有估得那么准。公费流感疫苗第二阶段才拄开始，无想到都有袂少的卫生局连续传出已经无货啊，佮有病院打出库存不足的告示。因为敢若是初8开始，就已经用掉8万剂，比往年增加大约17%。过等天嘛用掉26.4万剂，部分的卫生所伫咧短2、3天就甲一礼拜的预购量全部拢用完啦。因为民众真的对于这个4价疫苗的接种兴趣高所以也超乎了这几个卫生局当初的预估量，所以也提前把这个下周原来要配送的量提前到这一周去配送。我想是一个地方调配的问题可能有的地方打得比较多，有人打得比较少。 配送到各县市卫生局316.5万剂公费流感疫苗，扣掉已经用去的113万剂，目前还阁有202.7万剂会当运用。虽然目前流感的疫情还阁是伫咧低点，但对10月入秋以来感染流感变重症的个案已经有258例，其中有11个人死亡。疾管署提醒，如果明年1月就会进入流行期，建议民众赶紧来注疫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